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5月3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就业啊。前不久这个兴业银行搞出一档子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兴业银行搞出什么个事呢？就是兴业银行的私人银行部推出精英企业实习计划。它这个计划引起公众的关切和媒体的跟踪报道。按照兴业银行自己的说法这个精英企业实习计划这个项目是委托第三方机构执行，收集优质企业的实习岗位信息，推荐给他的高净值客户。那么他所说的优质企业是什么企业呢？比如说摩根大通、中金资本、中信建投、字节跳动等等反正是大厂，每一个名字都是如雷贯耳都是这些对于就业的人对于求职的人来说这可望不可及。一个银行的私人银行部，也就是高净值这种服务的这种部门他居然有这个能力帮他的客户推荐去这些知名的大厂去实习，机会难得但是他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你得把这个1000万的存款放在他们银行，并且要求实习期内资金不得转移。这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了。你看，把这个去优质这些工作岗位或者叫实习机会跟存款跟你的资产对应上了。消息出这个寒门学子再一次被伤害。原来去实习拼的不是简历，拼的是资产，对吧？这些小镇做题家梦寐以求的这些工作岗位，这些实习机会居然靠资产来分369等，所以网上一下又炸锅了虽然随后这个兴业银行发表了一个致歉声明，说表述不完整，并且暂停该项目，但是网友依然不依不饶。虽然涉及这个兴业银行所说的这些大厂他们都紧急出来辟谣，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否认有这方面的合作，但是舆论依然没有被平息。这一事件让简历履历焦虑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实习机会被明码标价，当付费上班这一幕堂而皇之的上演，加剧了现在就业的焦虑寒门学子小镇做题家越来越感觉到绝望。这个就像火上浇油一样，客户用1000万存款换取知名企业的实习资格，银行又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高净值客户，而客户的子女凭借官宣的履历再换取人们羡慕的好工作，看似各取所需，实际上形成了另外一个腐败或者叫特权一个闭环的生态。财富转变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又反哺财富的增加，这样加剧了这个阶层的固化，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以钱压人。丛林法则，赢者通吃这个逻辑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兴业银行虽然道歉了，叫停了这个项目，但是涉及的这些大厂，他们虽然否认实际上呢，付费实习由来已久。兴业银行他自己也说了，他这个搞的精英计划英才计划，实际上不是银行自己掌握这个大厂的实习机会，而是银行委托第三方叫实习中介进行。也就是说这个付费实习而且还有中介，这个市场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只不过这个兴业银行一推广这个事情被舆论放大了，大家一关注付费实习的现象，就被抛到了这个桌面上，从桌子下面翻到桌子上面来了。从银行的精英计划到中介内推，从1000万存款的门槛到25000的中介费，这个付费实习市场一直伴随着我们，叫如影随形。大家可以看这个澎湃新闻的报道大家看视频。近日，兴业银行存款1000万即可获得大厂实习机会一事受到广泛关注。这里是财经界的泥石流，资本世界老韭菜，澎湃新闻才晓得。据了解，兴业银行私人银行推出的2025精英实习计划，要求非私行客户新增资金1000万元以上，存量私行客户新增资金500万元以上，并且要求实习期内资金不得转移，可为客户子女提供知名企业实习机会。目前该项目已暂停。近年来，银行针对大客户子女提供的知名企业实习机会的精英计划、英才计划屡见不鲜。通过网络搜索可以看到，2023年兴业就曾推出过精英实习计划。同年7月，中信银行也曾举行过类似的私人银行暑期英才实习营活动。而实际上，银行并不掌握大厂的实习机会，一般委托第三方的实习中介进行，这也就将付费实习的现象也摆在了台面之上。但其实，在网上通过花钱购买大厂实习渠道的广告屡见不鲜。比如，在某宝输入大厂实习字样进行搜索，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相关商家，标价只有几十到几百不等，
但实际价格却高得离谱。一家专门做留学生实习内推的商家说，1到3个月的实习，远程收费1.5万，实地收费2.5万。之后，记者拨通了另一家可以做国内学生实习内推的商家电话，他这样说：像这种技术类的岗的话，大厂内推保录取的话，价格就是2万到2万5。你像是阿里，像字节这些肯定要贵呀。普通一点的话就是20左右，像我刚才跟您说的科大讯飞。那阿里字节你说贵一点就2万5啊？差不多，但是具体还是要具体到岗位吧。技术岗要贵一些，因为技术岗难呀，含金量也高。普通岗的话，你像这个互联网的一些企业，你比如说就是一些什么运营类的，或者是市场类的，还有什么商分、数分这一些，反正价格都是2万左右吧。他虽然学的那个理科吧，但是成绩也不咋地，然后学校也很一般，这能进得了吗？有点难度，就这种的话，有实习经历吗？没啥经历。反正这种的话，最好的话就是能去科大讯飞，剩下的有一些就不是这种互联网的企业了，也是一些民营企业，比如说沙利文凯捷像类似这种企业，都也是一些那种外企大厂。如果要进阿里、腾讯这些，就需要很好的学历是吗？对，也是需要的，虽然花钱，但是简历还是得差不多的。那人家如果有那么好的简历，干嘛还要花钱呢？现在就是竞争激烈嘛。花这么多钱推进去实习，可以实习多久呢？3个月左右吧，看学生的要求。这需要我们这边给简历，还需要我们这边给什么？需要您给我简历，然后您说一下您的要求，比如说您的城市有没有要求啊？然后我给您匹配一下岗位，您大部分的岗位面试就是走个流程。因为我们就是你简历审核通过，其实基本上就保录取了。有的岗位内推的话，可能是由企业那边的老师给辅导。是那个企业的老师给辅导是吧？有的是。你像我们推的这个阿里的话，就是那边企业有老师给辅导，30%的定金，面试辅导成功，拿到 offer 之后就付尾款，就这么一个流程。我的天，这个价格有点贵呀！我们这个报价基本上市场上算是最低的了。这还最低呀？对，你像那些大机构，像新东方这市场的大机构，他们报价基本上都是39800的。我们这边是一手资源，能便宜一些。那导师是对直接对接的。您说的导师是指的就是他们去大厂的指导老师是吧？对对对。而这些实习中介是如何跟这些所谓指导老师搭上线的呢？这是某互联网公司职员此前收到的一封邮件。实习中介承诺辅导一位实习生给6000元辅导费，指导老师的年收入增加40万到50万。这可能是他们找一手指导老师的途径之一。3言2语之间就可以看出，付费实习这门生意背后的实习机会是何等可贵。而在监管有漏洞、不全面，以及部分企业内部存在腐败问题的情况下，这些机会在朝着更加不平等的方向发展。看完澎湃新闻的报道，你就知道这些中介说的至少不完全是假的。加上兴业银行，对吧？他对他的大客户做出了承诺，这些什么精英计划、英才计划，就说明去这个大厂实习不是空穴来风。那反过来就说明这些大厂收费实习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所以说这个现象值得关注。而且在我们在这个批评、指责什么烟2代、石油3代、银行4代、铁路3代，还有什么5代，对吧？在这个说来说去都是国有企业垄断部门。我们在批评这种现象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这些所谓的大厂，这些互联网头部企业或者是券商头部企业，他们也利用自身的这个垄断自身的这些形成的这个地位，一样的搞特权，一样的搞权钱交易，一样的搞变现，一样的在制造不公平所以我们要谈谈这个现象我记得我在这个黄洋甜甜那个天价耳环，还有那个叫什么董小姐4+4那个热点这个事件我的评论实际上咱们关注这个现象它的背景，也就是说这种现象是现在才有的吗？是今天才有吗？其实不是的这个现象一直有，20年前有，如果换个形式50年前也有。如果你再把它就是扩散一下，这种不公平现象自古以来有之，它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现在更容易让大家关注呢？为什么现在一爆出来一点就炸，对吧？一爆大家就骂。实际上无非是现在的这个就业难，反映的是现在，对吧？每年1200万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前不久是不是还有媒体报道各个高校这个大学生就业这个就业率造假？你毕业的时候，如果你不找一家企业签个什么意向书或者是协议，你拿不到毕业证，逼着那些学生弄虚作假，对吧？找熟人
托关系，签一个就业意向书或者是劳动合同，表明他找到工作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找到工作，就业状况日益恶化。已经上班的呢，面临着下岗，面临着裁员；没有裁员的呢，面临着降薪，对吧？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些公平，也就是说10年前实际上这个现象一直存在。10年前难道就没有人打破脑袋往那个烟草行业进吗？不也是打破脑袋进铁道部门吗？打破脑袋进中石油、中石化一样的只是什么呢？只是10年前这些寒门学子、小镇做题家，他们还有机会，也就是这个社会好歹给这些寒门学子、小镇做题家开了一个门缝，你使劲挤，能从那门缝里挤过去，那个门缝里还透了一丝亮光，那就是期望。所以大家玩命的挤所以大家就没有关注到身边什么不公平，觉得那个反正跟我们没关系，我也没有这1000万存，对吧？我也没有什么靠山，我就别跟人家凑那个热闹对吧？那是人家的事情，所以咱们就这不是有个门缝吗？玩命挤挤过去一片光明。所以说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就业还可以，对吧？你要玩命找，你还能找到工作新浪不行了，你可以去搜狐，搜狐不行了，你可以去美团，美团不行了，你可以去字节跳动。那个时候码农，对吧？小镇做题家、寒门学子，只要你不那么懒，只要你稍微有点上进心都还能找到份工作。这些大厂进不去，那些二流的企业那还是可以的吗？所以大家相安无事。大家面对这些什么有人通过走后门送钱对吧？通过这种利用家族的这种资源进这些特殊部门抢占好的工作岗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因为我还有一口饭吃。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有人不把这个形容成像猪一样吗？就猪它只管低头吃食，只要它有一口吃的他不管旁边猪是不是被拖出去杀了，这也不重要，重要是他还有一口吃的。当他没有那一口吃的时候，当那个屠夫的这个铁钩子勾到他自己的下巴的时候，他就开始叫了。实际上这个形式道理是差不多的，所以10几年前还有一个门缝是开着的，大家还能看到希望，大家急。那现在呢？现在就业难，对吧？现在一毕业就失业，现在大门已经关上了，你挤也没用了，看不到一点亮光，挤都不知道往哪儿挤。现在就这么个形式。所以这个时候有媒体报道说花1000万就可以存在哪儿，你就可以去大厂实习，对吧？有了大厂实习这个履历，那你是不是找工作就比别人是不是优先了原来这个有人通过4+4不用考清华北大，不用考什么医学院，对吧？苦读10来年，他4+4他就可以拿到顶级医学院的博士，然后在顶级3甲医院去上班，然后又看到公务员，对吧？在那个干个3年5年的，家里孩子老婆带个300万的耳环，那都是小意思，对吧？有人玩命的考公务员，考2、3年考不上，人家这儿，对吧？毕业了多少年之后，也不知道什么学历那个华阳天年的爸爸什么学历都不知道，简历也不清楚，人家想考公就考上了，考上了也不珍惜，2、3年人家就走了，又继续回深圳做生意去了。就这份从容就这份能够想进公务员体系就进，想出就出，就这份叫怡然自得，叫如入无人之境。就这份你一般的力量你做得到吗？所以当网友，对吧？当小镇做题家，当寒门学子看到这个的时候，再看一看自己的门已经关上了，再怎么努力都没用，所以一股绝望，对吧？油然而生。这就是我认为因为这些不公平现象一直存在，从来没有断过，只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应这么大，是因为底层人这些小镇做题家机会没了，他再也没有办法安心的低头在那吃食了，因为他那个盆子被别人端走了，或者他吃食的盆子被人踢翻了，所以现在对一切不公马上就能大呼小叫。20年前呢，有人往体制内走，他看好，但是更多的人从体制内出来下海，为什么？就因为下海机会更多。那现在呢？你现在下海没有机会了，下海就被淹死，所以大家又热衷于考公。另外一个这个也反映了供需关系当这个我们的经济在向好的时候，当这些企业都是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跑马圈地这些企业都在扩招，那个人事最忙，每天都要面试，各个部门都催着要人，缺人对吧？一开会，各个业务部门都投诉人事部门招人太慢，招不到合适的人，所以我们这个项目进度慢，
是因为没人，导致大家都要加班，所以这人事啊焦头烂额。所以说以前啊这些大厂啊，他们招人是有费用的，对吧？他们跟猎头公司合作，你给我招2个人，一个人给你多少钱？但是现在也有啊，通过猎头公司招人呢也有，但是现在猎头公司列的都是总经理、副总这种啊，副总裁级别，就是更高级的人才。过去啊，猎头甚至挖普通员工，就是因为很多企业招人招得太慢，招人的速度跟不上的业务发展速度，所以企业付钱。现在呢，你看看腾讯、阿里这些头部企业都在裁员呢，岗位都在减少，它更倾向于什么呢？内部解决，因为它内部很多部门要优化掉，有些员工充斥到别的部门，这是内部解决。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即便招人啊，他招那个学校的学生或者新员工，来把那些35、40的老员工给他顶掉、优化掉，对吧？新人换旧人嘛，成本低一点。总体上啊，岗位在减少，但是就业的人在增加，所以导致供求关系平衡破了，所以就会出现付费实习、付费上班这种乱象。你不干，有的人是人干。付费实习、付费上班，不就是对就业来说内卷加剧吗？为了上班你愿意掏钱，所以这反映的还是就业难啊，就业越来越难。就业越来越难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啊，其中我认为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外资啊大量的撤离。我们所说的就业岗位，如果你要不挑的话，对吧？如果你说你985毕业，你也愿意去做鞋子，愿意去踩缝纫机，1个月5000块，那不难找啊，对吧？去广东、去福建，甚至去富士康。但这个对我们这些寒门学子啊、小镇做题家来说，我们所说的就业机会不是这个，对吧？是那种有保障的，能看得见升值空间的，发展前景的，还比较体面的这种工作。这个工作只有大厂能满足，或者好的私人企业、上市公司能满足一部分，或者是央国企、外企啊都能满足这种。这个我想大家都了解啊。你这儿外资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对吧？哪怕是特斯拉呀提供的这个拧螺丝的岗位，那也是不错的，很稳定。也就是外资啊提供的工作岗位，那跟咱们想象的工作啊比较吻合，就是他提供的待遇，他提供的这种劳动保护，提供的福利。但这些外资的走的时候，他们消失的这些岗位，走一个外资，那就少几百个岗位，甚至几千个、几万个，这些都是优质岗位啊，在减少啊。大家还记得吧？在这个所谓的腾讯、阿里、华为、什么百度，在他们还没有成为大厂的时候，那时候最好的工作岗位就是外资啊，那时候最好的工作岗位就是诺基亚，对吧？你在三星上班，你在什么东芝，当然后来啊，这些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头部大厂出来了，他们待遇也不错。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当这些外资都在撤出的时候，这种优质的工作岗位是急剧的下降。互联网头部企业它也不招人了，而且它也在萎缩，那就导致就业越来越难，大家越来越看不到希望。所以这个时候，当小镇做题家发现居然有人啊这么不讲武德，弯道超车，你说他们能受得了吗？所以说啊，对吧？当这些现象一报道，立马就炸锅，兴业银行立马出来道歉，其他的大厂也赶紧出来否认。我想起以前啊，网上有个段子叫故人西辞富士康，为学技术到蓝翔，蓝翔毕业包分配，哪想又是富士康。故人2辞富士康，发奋考进新东方，借问毕业何处去，校长遥指富士康。故人3辞富士康，为学武艺上武当，武当出师包分配，富士康里做门卫，来来回回都是富士康啊。虽然是调侃，但说明这个就业啊真的是很难。但人们啊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越来越这个批判呢不公，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机会在减少，同时啊也预示着啊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啊在急剧上升，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网上对那些纵火、烧厂房、极端报复社会引来一片喝彩叫好，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发泄心中的不满，就是认为不公平，所以哪怕是极端的手段，他也觉得非常好，解气出气。所以说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